你知道吗？上人除了在花莲金丝溪社修行以外，你知道他还走过哪些足迹吗？有，上次04、03地震的时候，上人有出来关心。我有听说随行的师兄姐有说过，上人在问说这是什么地方，这是什么地方但是我还是不太了解。对，所以你想了解吗？那我带着你，我们一起来探索上人的足迹，一起走过上人的地方，好吗？好可是我们在这开始之前要做一下宣誓，我们可以一起宣誓吗？好。